民众买无这演唱会门票，这票贩啊刷下价去买，摊个又细细。立法院在今仔日三读通过社会特殊维护法的修正案，甲这卖黄牛票罚金对1,800块悬到3万。不过民众认为讲这3万伤少啊，根本就袂惊。歌手周杰伦去年办演唱会，门票一开始卖就随卖了了，黄牛票搁差到一张3万外口，互大家真不满。韩国女团 BLACKPINK 世界巡回演唱会宣布今年来台湾唱，会伫10月18、19来到高雄的世运舞台来唱。民众烦恼讲这会互黄牛的乱象搁出现，立委嘛认为讲应该修法来打击黄牛。社会秩序维护法第9条、第64条、第72条、第89条条文修正通过，我们继续。立法院议会日前三读通过社会特殊维护法的修正案，缅甸讲若毋是家己用去买运输也是邮路的票券，再搁转卖道理的，对本地罚1,800，即嘛提悬到罚3万。另外，艺文表演的票券、运动比赛也是活动的票券，已经伫文创法运产条例内面有定专款的条文，即嘛通过附带决议，亲像医疗、餐厅食宿这种黄牛票，主管机关要伫2个月来建议修法。黄牛的行为多元化、科技化，超出传统工具我们能够执法的范围。那我们希望透过文创发展条例跟社违法今天3万元的罚款这样的一个修法，能够遏阻黄牛的现象。立法院修法上当是罚了黄牛3万，但是民众讲罚到这么少，黄牛根本都袂惊。他搞不好1张就赚3万，他卖2张他就够缴了啦。感觉应该要再更高罚更高一点吧。所以现在罚太轻，黄牛不怕。对啊，完全不怕。这摆社会法的修法嘛，针对噪音也是半暝底下在吵，对本地罚6000，提悬到罚1万。另外，偷偷讲地的事件一直出现，修法嘛放入严格定法，若是无正当理由乌白讲地，而且经过考劝到袂听的，对现行罚3000，提悬到罚3万，透过提悬10倍的罚金来协助这的金钟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